强化咱台湾的韧性，陆军航特部陆控制旅伫屏东的基地展开例行的操演，有出发出动直升机、火箭弹这物件来模拟中国对台湾发起攻击，咱南要安怎应应？也若讲到国防部军文社将中校副主任孔繁嘉互中国吸收去这个案件，昨昏高等法院是甲判5年4个月有期徒刑。AHEW 超级防时前攻击直升机快速飞到目标区，模拟攻击中军的阵地，来使用2.75寸火箭弹压制，再用机炮扫射，展现军事的战力。陆军航特部陆控二旅伫20时点屏东三军联训基地展开例行的操演，出动主力防时型直升机进行实弹的射击，现场枪炮声变变着场面壮观。国军对外展现保卫家园的决心，对内嘛要积极防止中国的渗透。国军中谍案直直发生，国防部军文社前中校副主任孔繁嘉互中国吸收，涉嫌伫军中发展组织，桃园地院一审判决5档半。法官指责伊反背国家，不过台湾高等法院伫20时的2审改判伊5年4个月。只因为坦诚犯罪、缴回犯罪所得，就减轻2个月，从5年6个月变5年4个月哈。我觉得这对广大的国民纳税人来说，这个判刑真的太轻哈。出卖国家呢，有时候判的比出卖凶宅还要轻。专案是因为退伍上尉邵伟强。伫金门做旅营业，哪像互中国吸收？按2002年积极伫台湾发展组织，做中谍20年久，期间来吸收陆军正上校向德温，请军服签署导航承诺书。若孔繁嘉是伫2006年伫军中互吸收，收大约63万，用免费由越南想要伫军中发展组织，最后是失败。军文社本身的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嘛，就是他可能要负责像例如说一些这个国军的活动的一些采访啊、新闻发布等等，所以他可以接触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部队的相关的情况。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呢，多多少少也会建立一些他的这样的人脉关系。学者分析讲，中国利用孔繁嘉伫军文社的人际关系，想要伫各单位渗透，加上官兵的警觉性悬，无重宽度。国防部回应讲，尊重司法判决的结果，会秉持国安联防机制，含国安情报团队严密搜证，反制中国的渗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